候，爸爸就教我不要偷看别人的日记，可我正在看爸爸的日记，爸爸会原谅我的。看到爸爸的字，我就哭出来了，因为我想起他了。脑海中全是他的影像，耳边有他的声音，我感觉爸爸就在我身边，他就在看我。爸爸是公务某员，薪水很少，家里有3个孩子，根本不够用，每个月都要去借钱，亲戚朋友借到断交。看完所有的日记，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真正去了解爸爸，但是爸爸已经不在了。小的时候，爸爸就教我不要偷看别人的日记，可我正在看爸爸的日记，爸爸会原谅我的。看到爸爸的字，我就哭出来了，因为我想起他了。脑海中全是他的影像，耳边有他的声音，我感觉爸爸就在我身边，他就在看我。爸爸是公务某员，薪水很少，家里有3个孩子，根本不够用，每个月都要去借钱，亲戚朋友借到断交。看完所有的日记，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真正去了解爸爸，但是爸爸已经不在了，爸爸已经不在了。